王局长那样，我真不管这种舒服嘛的，你没有王局长这样，你不是本嘛，你要跟我讲哦，你王局长那个怎么样？我这边的行为你要控制我这行为，很好管理。啊，所以这得了都太得了，哦，这个诸葛亮得了哈，诸葛亮得了，然后我讲我得了是搞错点，得了是搞错点，得了都肯定说很可惜嘛，所以今天怎么才能不对？我想说，真正要怎么改变？这里结婚来都是大众说法。国家，你像泰国，这个马来西亚，还是这个印尼，还是这个柬埔寨，公安两个小镇国家，小型的发达国家，所以今年非常，你看台湾啦，你看台湾啦，你这个比较像台一样，就好像台一样，突然过到我。非常大意啊，非常大意啊！哦，情节发生过大意啦。哦，红男女。所以必然，我们才要必经开始，这个后来，但是这都当然啦，你哪怕现在你那个材料他们讲一件，基本上来讲。这样很好做，你进来讲做你讲我这一个人来讲，我这么大条啦，对不对？我而且非常和谐啊，中国文化，爱马仕一贯承认这种和谐文化，所以以前有说，机不可比人久了，你真的要重新讲它，就是以外来看，就是发表讲，所以呢，到这里说在这场热了你毕竟这个我在这当中你在网上讲，那个禁止，这钙这情况可了